镜头转来看国内台北板界宽南市场，2楼的消防管线伫咧半暝啊，熊熊开始转拍火泡，害7个肉点受到影响，这整体损失也搁要评估。市场处表示，即寡受到污染的食材，因拢会全部销毁。根据调查，初步判断是鸟鼠甲电线夹歹去才会烧到。市场嘛暂时休困，全面来检查换线路。水对顶头的管线喷来，喷甲四轨拢是。明明是伫厝内，突然间顶头洒落真侪干破的水来。那个要去洗掉哦，这是化学的，那个东西都毁了。水一直滴来，现场乱糟糟。伫台北市宽南市场，2到早1点多，业者拄则开工摆摊要做生意，消防管线突然间喷水，而且喷出来拢是化学泡，附近的摊食材全部拢害去。要帮穿那个跟瀑布一样，食材有碰到的那种全部销毁，那个也没办法卖的，那个到时候客人吃了出事了，麻烦。摊顶头鸡肉剥掉破了，拢无法度卖，全部拢集中销毁。市场内面有一寡业者受到损失，而且拢是未加金的单。虽然整体损失也怪评估，不过敢若是一间单，因估计损失就超过万。这次受损的就是在嘉勤区，目前只有7摊那个摊商食材受到损害。相关那个受到污染的那个食物，它因为它是主要一些家禽，我们都已经集中收回，做一个初步的厘清之后，在后续才会做赔偿的一些处理。关系到消防安全的设备出状况，目前现场已经清理好势。经过消防设备司等人到现场调查了，初步判定是鸟鼠甲电线夹歹，造成电线烧到了5部，和消防设备喷水。宽南市场助理会讲，伫休息了将会换新的线路，全面检查所有电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